最近喺網上睇到好多人喺度討論，話我哋澳門啲賭場嘅牌靴入面收埋咗個黑盒，專登用來出千換牌，大家點做呢？係輸。其實呢啲嘢，我喺葡京坐鎮咁多年，以口好友見得真係太多。大家覺得輸咗錢係因為個盒，其實個心入面嗰個黑盒乘坐巴士都沒有，先至係最難搞嘅嘢。好多人問我，何生，你開咗咁多年賭場，輸錢呢都冇呢，到底入面有冇貓肺？我通常都會笑笑口同你講，賭場開門做生意，求嘅係財源廣進，唔係要求斷絕生路。點解我咁多年來都唔賭錢？你就會明，賭場呢根本唔需要出千。而家事實因為數學同人性先至係呢個世界上最準嘅出千工具。你可能喺社交媒體睇到嗰啲所謂拆解視頻，話個黑盒會自動換牌，將你上贏嘅牌變走。講真，如果你係了解澳門呢個地方，你就會知呢度嘅博彩監察局唔係擺設。我哋每年交咁多稅，而家窮家攞一張牌照要經過幾多審計同監管？你以為我會為咗嗰幾手牌嘅殺數，就沒有去冒一個被吊銷執照、搞臭成個城市名聲嘅險？呢種生意經合好禁呢，唔係咁算嘅。出千係低級趣味，又唔租，係嗰啲偏遠地方冇監管呢嘅草台班子先會做嘅事。真正嘅賭場，基友贏嘅係概率，贏嘅係你份貪念，贏嘅係你控制唔到自己嘅嗰種衝動。開賭場開咗大半世，開咗大半壽，睇過無數人入場，有人意氣風發，毫一下冇有，亦有人垂頭喪氣咁走。好多人話自己運氣唔好，或者話就場風水黑住佢。其實呢，扣塊地毯，每日加燈，每一陣飆過嘅香味，遲錢都沒有。甚至係點解你會揾唔到窗口同鐘？但而家人呢，全部都係經過精心計算嘅行為學設計。我哋唔係要騙你嘅錢，以後呢，可貧嘅窮途，我哋只係想創造一個等你可以忘記時間、忘記現實嘅空間。而家呢，當一個人忘記咗時間，佢嘅理性就會慢慢退場，感性同本能就會接管大腦。喺嗰種狀態下，自己仲係喺度做緊邏輯判斷、含蓄苦遊。其實你只係喺度跟隨住我哋預設好嘅節奏跳舞。你可能會覺得乘坐巴士錢都沒有，百家樂
嗰百分之幾嘅賭場優勢好似好微不足道，只要運氣好，一定可以空過好。呢個就係最有趣嘅心理學現象，叫做過度自信偏差。好，以後每個人入賭場嘅時候都覺得自己係嗰個萬中無一嘅幸運兒，稱號有，覺得自己能夠掌握規律，又好會有，甚至覺得自創嘅套路可以贏過成個精算師團隊。其實所謂嘅路子，而家呢就只係將隨機發生嘅結果排列出嚟俾你睇，令你產生一種幻覺，以覺得未來係可以預測嘅。但係你概率論話俾我哋聽，加巴士錢都沒有，每一手牌都係獨立事件，前面出咗10個莊，下一手出印嘅機會會大咗。你越係去縱研嗰啲路，但而家呢，你就越係跌入咗我哋預設嘅陷阱。就嘅賭博本質上係一種同自己人性弱點嘅博弈。點解大家輸咗錢會唔甘心，贏咗錢又唔肯走？呢個涉及到一個好深嘅行為經濟學概念，叫做損失厭惡。久而有獅子1000蚊帶嚟嘅痛苦，遠遠大過贏到1000蚊帶嚟嘅快樂，過屎錢都沒有。所以當你輸緊嘅時候，你會不自覺咁加大注碼，想一鋪翻身，將損失攞翻。呢種時候，你已經唔係喺度投資或者娛樂，你係喺度同情，係屎搏命，好搏命。而打場最中意嘅就係同有情緒嘅人對擋。數學係冷冰冰嘅，佢唔會驚，唔會心跳加速。而嘅朋友唔會因為牌輸咗幾鋪呢亂咗方寸，只要個轉盤一直轉，只要副牌一直發，最後一定會企喺我呢邊。我經常同人講，我一世人唔賭錢，但我開賭場。呢句說話唔係牙刷，而係一種風險管理。你見識過概率嘅威力，你就會對隨機性充滿敬畏。喺我眼中，恨沒有賭場裏邊每一張台都係一部自動提款機，只要人流量夠大，直到而家好貧窮，只要時間夠長，大數法則就會幫我完成所有嘅利潤。告欄冇有，我哋根本唔需要去搞嗰啲所謂嘅黑盒。數學模型本身就係最完美嘅黑盒。你入場嘅時候，成咗巴士錢都冇有，其實已經交咗一份入場費。呢份費就係勝率差。好多人唔明白，贏就一粒糖，輸就一間廠。當你贏緊嘅時候，
你通常只係小打小鬧，乘坐巴士錢都沒有，見好就收。但當你輸緊嘅時候，你往往會押上所有，直至清袋。呢種不對稱嘅心理狀態，注定咗大部分人嘅結局。講返嗰啲網路上傳聞，依家係互聯網時代，資訊傳播得好快，俾你好多人為咗流量，乜都講得出。佢哋利用你嘅挫敗感，俾一個藉口你。紅呢，你輸錢嘅假幣出千，而唔係因為你個貪念。當你信咗呢種說法，情呢，報告呢，你反而會更加危險，因為你會覺得如果換一間冇黑盒嘅賭場，停都冇有，你就能贏。其實真正嘅黑盒係呢個行業嘅遊戲規則，係嗰啲你睇唔見，但係時刻運行緊嘅演算法。澳門所以能成為今日嘅澳門，靠嘅係誠信同法治，係一種高度工業化、流程化嘅娛樂產業管理。如果真係靠出千，我而家呢個行業一早就崩潰咗。你睇下依家路氹嗰啲大型度假村，成間投資幾百億，入面富麗堂皇。呢啲錢係邊度嚟？係靠每日無數次微小嘅概率優勢累積翻嚟嘅。開賭場同開超級市場冇乜分別，都係講求周轉同利潤率，巴士錢都冇有。如果你能夠明白呢一點，你就會知收籌有一個長久嘅生意係唔會建立喺欺詐上面。欺詐係一收子買賣，都知道咧，係。而我哋要做嘅係長流細水。我更希望你入嚟係為咗享受服務，而都沒有睇下表演，食下美食，將博彩當咧成係一種消費，巴士錢都冇有，而唔係一種翻身嘅機會。當你將賭博當成係生存之道嘅時候，你已經輸咗一半，因為你已經輸咗一半，你已經失去咗平常心。喺博彩紅圍學入面，概念叫間歇性強化。呢個就係點解老虎機會咁令人注迷，好怕咧，好沉嘅。又佢唔係次次都俾你贏，而係喺確定嘅時間俾你一個小驚喜。呢種不確定性會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令你產生一種極度嘅興奮感。成咗有，即便你整體上係輸緊，但只要中間嗰幾次贏嘅感覺夠強烈，曲布巴咧而家咧，你就會選擇性咁忘記之前嘅損失。呢種生理上嘅成演機制係任何黑盒都比唔上嘅。你以為你係喺度同賭場鬥智鬥勇，其實咧
你只係喺度同你大腦入面嘅化學物質對抗。如果咧你真係想贏，我唯有一句忠告，就係當你贏緊嘅時候，要識得走；當你輸到止損位嘅時候，更加要識得走。但可惜，大部分人都做唔到，而此都冇有。食得鹹魚抵得渴，入得場就要明白遊戲規則。我睇過太多人會有贏咗嗰陣，覺得自己係股神鬥勝，輸咗嗰陣就怨天尤人。其實人生組局最重要嘅唔係你手牌有幾好，更呢你知唔知幾時應該離場？澳門嘅燈光永遠唔會熄，因為總有人覺得自己可以贏過數學。其實呢個社會巴士都乜地方好多係賭場，你買股票做生意，甚至揀職業入面呢都有概率同風險。我嘅成功唔係因為我賭術精湛，有人呢做一個提供規則嘅人，規則嘅人，而唔係一個跟隨規則嘅人。巴士錢都沒有，提供規則嘅人永遠都會為自己留一份容錯空間。呢個就係所謂的走脫，而跟隨規則嘅人勝咗，有嗰種只能寄望於嗰種無紅色嘅運氣。運氣呢樣嘢，今日喺你度乘坐巴士錢都沒有，聽日可能就喺人哋嗰度。唯有邏輯同規律係永遠唔會變嘅，所以沒有再聽到有人講黑盒嘅時候，你可以一笑置之。你真正要警惕嘅係你嗰種想不勞而獲嘅心態，同埋對於風險嘅盲目。而家當你能夠冷靜咁對待每一次贏輸，唔再被所謂嘅路子帶節奏，幾錢都冇有，你先至算係真正睇清咗呢個行業博彩後一種社交，後一種娛樂，閒而精而家甚至係一種對人性嘅瘦身土腸嘅存在，其實係提供咗一面鏡子，等你可以清楚咁睇到自己嘅貪嗔呢。我雖然唔賭錢，勝揸巴士錢都冇有，但我尊重規則，因為我知道只有喺公平嘅規則之下，哪怕呢個遊戲先至可以玩落去。澳門嘅繁榮唔係建立喺黑盒上面，不建立喺呢種博弈嘅透明度上面。你嚟到呢度巴士錢呢都沒有感受到嘅係一種極致嘅服務，一種夢幻般嘅氛圍，好富有。至於你口袋裏邊啲錢，其實喺你入場嗰一刻喺度進行嘅一場關乎心理素質、資金管理同數學認知嘅大考，好睇上面，而係
喺每一唔喺台上面，而係喺每一個刺客嘅潛意識入面。只有當你戰勝咗內心嗰個想贏、怕輸、貪得無厭嘅黑盒，即到都沒有，你先至可以喺呢個人生大逐波場入面立於不敗之地。講到底，賭場開門係做生意，我哋歡迎你嚟，但更希望你帶住理智返屋企，話副屎錢都沒有。所謂嘅做場智慧，其實就係對自我嘅克制。如果你能做到贏咗唔驕傲，又輸咗唔拼命，咁你就已經贏咗右場一半，剩下嗰一半，你家好朋友就交扣時間同大數法則去決定，唔好再嗰啲所謂嘅出千傳聞，搞亂你嘅判斷。真正嘅高手，夠錢都沒有，從來都唔係靠出千贏，而係靠睇透人心。當你明白咗呢啲道理，乘坐巴士錢都冇有，你就會發現，其實開唔開土窮，輸唔輸錢，都只係人生嘅一種經歷。甚可最緊要嘅係唔好喺呢場遊戲入面輸咗你自己嘅底線，同埋係對生活嘅熱愛。澳門嘅夜景好靚，會有燈紅酒綠，入面藏住好多故事，每一個故事背後其實都係人性嘅寫照。我坐喺度睇住，潮起潮落，心中無波係無時嘅，因為我知道而家送呢只知用嘅人性唔變，指甲嘅就會一直落去。而嗰啲關於黑盒嘅傳說，不過呢係呢個宏大劇本入面一小段插曲啫。你真正要思考嘅，窮則咩個盒入面有乜，而係你點解會企喺張台前面？如果你揾到答案，乘坐巴士錢，你就會發現，其實贏同輸都喺你一念之間。最後，我想同你講，而家人生就好似博弈，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做緊選擇。緊擇相信陰謀論，將失敗歸咎於外部。有啲人選擇面對現實，尋到呢從規律中尋找機遇。我揀咗開頭場，因為我看透咗規律。你揀咗入賭場，希望係因為你想體驗生活。只要大家各取所需，直到行私錢都沒有，喺規則範圍內玩得開心，呢個世界就依然係平衡嘅。唔好俾無謂嘅恐懼同誤解遮蔽你雙眼，睇清呢個世界嘅運行邏輯。乘坐巴士，你先至可以活得更攤脫博彩。無必勝，唯有心常清。呢個就係我呢一個開咗大半世兜場嘅人最想同你分享嘅心裏話。你望下呢個城市，每一棟建築
都係一種信念嘅凝聚。話呢度係慾望之都，有人話呢度係夢想之地，詩錢都固有。其實呢度只係一個放大鏡，將你人生中最真實嘅一面放大俾你自己睇。你喺度見到嘅每一個所謂黑盒，其實都係你內心恐懼嘅投射。師傅咧，拖咧唔急於贏取，唔再急於贏取，個黑盒就會自然消失。到嗰陣時，而家咧你就會發現，原來成個澳門，甚至成個人生意義咧喺咧都冇有，都係一個充滿無限可能嘅遊戲場。只要你識得玩，只要你玩得起，紅咗巴士車都冇有。其實輸贏都已經唔再重要，因為過程入面嗰種對人性嘅感悟，先至係最珍貴嘅籌碼。我呢一世見貴嘅籌碼，見過好風，亦見過低谷，最後發覺真正嘅財富唔係銀行存摺上面嗰串數字，你對呢個世界、對人性嘅深度理解周詳，只不過係一個場景，俾我哋上演呢場名為生活嘅大戲。希望你下次嚟澳門，唔係帶住焦慮同懷疑，帶住咧，而係帶住一份從容同好奇，乘咗去睇下嗰啲精妙嘅設計，去感受下嗰種博弈嘅張力，巴士錢都冇，然後帶住一份新嘅領悟，踏上你人生新嘅旅程。呢個先至係我受開啲場最想見到嘅結果。唔好再受結於嗰個小小嘅排靴，個世界大得好，多啲去睇下，多啲去思考，你就會發現真正嘅智慧，永遠係隱藏喺最簡單嘅道理入面。做人呢，最緊要係識得變通，因牛角尖，網上啲嘢聽下一半就好，乘坐巴士錢都冇有呢之間，但最緊要係有自己嘅思考。如果你真係覺得個場有問題，你可以唔玩。巴士呢，窮途呢個就係你最大嘅權利。但如果你選擇咗坐低，就要尊重呢個遊戲。都以乘坐巴士錢都冇有尊重每一個結果，因為喺呢個世界上唯一公平嘅嘢就係隨機性。好貧窮，你可以唔認同，但你唔可以否認佢嘅存在。乘坐呢，你能夠同呢種不確定性共處，你就已經踏向咗成功嘅第一步。有呢，好冇有？人生大大小小嘅底局無數，願你每一次出手都係經過深思熟慮。好話每一次離場都係心安理得。話就講到呢度，個中滋味，乘坐巴士錢都冇，慢慢細品。澳門嘅門永遠
為你打開，但能唔能贏返自己，就要睇你自己嘅做法。就博彩本身無罪，罪嘅係貪婪；賭場本身無情，情嘅係人性。希望你喺呢片金碧輝煌下面揾到屬於你自己嘅平衡點，二個都沒有。大家有緣江湖再見，唔好忘記真正嘅大贏家永遠係嗰啲睇透世事之後依然能夠微笑面對生活嘅人。這只就是我而家何道生一輩子對賭局對人生嘅最後總結。而家你喺人生嘅每一場博弈中都能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精彩，唔再被無謂嘅流言困擾，做一個清醒而堅定嘅自己。